健保署对今年开始的急护罕见疾病骨髓筋膜萎缩症的基因治疗药物乐健生，这一剂治疗费用要4900万，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这健保头一届把罕见疾病基因治疗药品列入去急护，这头一个急护的对象是一个住伫南部地区也未满6个月院啊。罕见疾病骨髓性筋膜萎缩症 （SMA） 这种的患者会一直退化，甚至无法度自主喘气来死亡。健保署今年8月开始给付罕见疾病 SMA 基因治疗药物乐健生，一些治疗费要到4900万。头一个给付的对象出来啊，是一个住伫南部也未6个月红婴仔，目前已经完成审核的程序。等病院完成进药的程序了后，这个红婴仔就会当接受治疗。罗杰斯玛它是针对6个月以内的小朋友带有这个遗传的基因的孩子，这些孩子如果没有治疗的话，他可能1、2岁他发病可能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在他6个月前来打对这个药物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是最有效的。SMA 罕见疾病发生的比率差不多是1/1000到4/1000，以每一年出世的红婴仔差不多13万人来估计。一年新增加的患者差不多是3个人至13个人。罕见疾病团体表示，即马健保署开4900万治疗 SMA， 让病人以后的数十年都会当正常生活。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虽然目前国内有的3种治疗 SMA 药物有纳入健保给付，不过全台湾 SMA 患者420个人内底，要是有300多人无符合任何一个药的给付条件。有更多人是有治疗迫切性的严重型患者，他们可能会因为呼吸或是吞咽没有办法自行做到，而有生命的危险。另外，医术团体嘛讲到扩大这个给付，凸显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也显示台湾健保总额成长率甲总额无够的2大困境。罕病用药其实这几年成长率大概1年在12% 左右，但是我们健保你看我们1年成长率就有3%，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要来照顾这些罕见这个疾病的病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让我们健保的总额更够？健保署强调讲 ，SMA 基因治疗药物目前相关的研究效果是1世人都有效，虽然价钱真贵，不过若是平均测起来就袂感觉贵。对健保财务的冲击嘛无想象遐尔大。记者综合报道。